且他们的舞蹈，你们有办法这样敬拜赞美吗？可以吗？我不行啊，跳不动。哦，我们真的是很感动。我们今天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敬拜赞美、敬拜方式，我们今天都看见了。下次会有什么样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可能会有更不一样的感动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报告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还有2项奖项要摸。我不晓得你们手边的摸彩券都投入了摸彩箱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请把握机会。最后的2项，然后有一项是平板电脑，有一项平板电脑可能年轻人蛮需要的。如果你手边还没投进去的话，请赶快投进我们的摸彩箱。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交给喜安教会的张明德张牧师，他今天要为我们分享的讯息是为爱被造。我们一样以掌声来欢迎张牧师上台。哈利路亚，大家平安。跟你旁边想说，你平安，我也平安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，也看过了很多很多的节目，也一同在主的面前敬拜赞美。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领受，加上神的同在在当中，我相信神也摸着你的心，阿们。跟你旁边说，神已经摸着你的心。哈利路亚。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时间。刚才刘牧师讲到一个信耶稣的9个好处，但是我要讲的就一点，就如同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里、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大家说阿们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喜欢有一个平安在我们里头，包括小朋友，包括每一个年轻人，尤其是夫妻，更希望这个平安在我们的里头。在这里说，只有在主里面所赏赐的平安才是真实的。在座所有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这是一个机会。如果你接受他，我相信神所赐那个平安和喜乐会充满在你的身上。记得我过去还没有信耶稣的当中，我是非常非常疯狂的一个追求者，追求宗教的人。我从北到南去寻求一个平安，但是有一天，一个晚上。经过一个老母亲的祷告，8年的时间的祷告，这个老母亲说：“希望我的孩子得到这个平安，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经历到我所经历的这位上帝。”真的，在座的所有朋友，我过去对社会非常的疯狂，我带过好多的年轻人，我疯狂过。在这个社会上也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每天提心吊胆，怕后面有一把枪会对着我来暗杀我。但是这个母亲在每天的祷告里面，在提醒，希望这个孩子，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真正得到上帝的平安。在过去的经历当中，在过去的疯狂当中，我一直认为我可以，我一直认为我可以胜过一切。我用许多的形式，我用许多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胆怯，来掩饰自己的紧张。经过很长的时间，因为相信了耶稣之后，我发现。这个平安是非常非常的真实，就如同一个弟兄，有一个晚上，这个弟兄被黑社会的追杀的时候，就被带到海边，
这个年轻人在黑社会的压制当中，准备要在海边这样子受洗。但是在黑社会当他们要开枪的时候，对着他的太阳穴来击发的时候，发现这个手枪的子弹没有办法击发。然后这些年轻人在黑社会的人呢，就觉得说奇怪，明明是很好的一把枪，怎么没有办法击发呢？他们不相